太平洋煤電公司 PG&E 宣布，2026年將投入5000萬元，透過佢社區能源援助計劃 Reach 同 Match My Payment 計劃，協助客戶支付逾期能源帳單。PG&E 擴大咗 Reach 計劃嘅補助範圍，符合資格嘅用戶若果收到斷電通知，最高可獲得800蚊帳單抵扣，較舊年嘅300蚊上限大幅提升。而 Match My Payment 計劃就協助用戶支付逾期帳款，最高補助1000蚊。PG&E 表示，2025年呢兩項計劃已經協助超過6.4萬名用戶，提供大約2300萬元補助。此外，PG&E 於2026年1月1日將住宅用戶電價下調5%，呢個係2年內嘅第4次降價。同2024年相比，住宅用戶平均每月帳單減少大約20蚊。PG&E 仲提供多項收入資格協助計劃，包括加州能源替代費率劇、家庭電費協助費、低收入家庭能源援助利息等，幫助用戶減少能源支出。如需取得更多資訊，請瀏覽 bg.com。憲合衛視記者編輯報導。